说客家文化既深且广，只是客家的美要怎么样才能够近距离的体验呢？11节的感动时刻，今年特别规划了很特别的专题形态，来去客庄住一晚。就希望能够透过感受客庄白天的热情，入夜的朴实，让您更爱客家。而这第1集，我们深入苗栗，探访一棵50年树龄的桐花树王，欣赏它在白天黑夜里不同的美。看天当，斜啪啪，一来出黑，讲讲给放。4、5月天在苗栗山区，这点点雪白总是吸引旅人驻足。但是就属这山林里的油桐花坊别有洞天。一棵50年树龄的油桐树王，有着无比壮硕的枝干，撑起一大片的油桐花伞，落花时的壮观特别震慑人心。这桐花现在正在开，所以它现在非常漂亮。它有一个特性，它这个桐花一开的时候，它是新鲜的花掉下来。如果一阵风来的时候，满天都是这种花的时候，你会感觉非常像，它就是5月雪。一个微凉的下午，一副悠闲的心情，一杯现磨的咖啡，或许2、3好友欢喜谈心，或许热恋情侣甜甜蜜语。李孝盛不是客家人，却想着让这无法言语的客家油桐花之美能感动更多人。因为这棵树，我怎么样的造型会比较相容？所以我就照这个是自己的想法，跟它一个相容的一个概念，把它塑造这些东西出来。像高度啊，对，高度、宽度，还有它的造型这个东西，还有它的有一个 penthouse 的阁楼。傍晚了，山风起，代表客家的桐花继续飘落。同一个时间，客庄特有的美味也在花坊里飘散。花季限定的晚餐，原来每一道都有客家味。那像这个炖饭来讲，它本身是融合了那个客家的葱油，那这个葱油酥呢，它再加上它的海味的虾米，这就是客家庄里面最好的东西。这一道呢，猪排，那它最主要我们腌制的方法，放上了那个客家的豆腐乳。那客庄的豆腐乳，它有那个阿嬷的味道。其实油桐花许多客庄都有，但是油桐花坊的5月雪总让人觉得特别美。借助花坊的民宿住一晚，虫鸣鸟叫间迎接晨曦，眼前的雪白地毯让人宛若置身天堂。一夜的落花娇羞洁白，和晨曦相呼应，漫步其中，或是席地而坐，如此亲近的感动，久久不能散去。也好，就这样把心留在油桐花坊吧。油桐树王的花棚下，啜饮一口咖啡香，迎着偶然飘落的油桐花，宁静的花坊里，随着客庄桐花一起呼吸，寻找雪白的感动时刻。